其實我冇乜諗嘅，我覺得因為係咯，即係我諗頭先佢哋要講嘅應該都講晒啦，即係我哋好感謝。咁都得？唔係，我覺得即係嚟緊要唱呢一首歌當初亦都係送俾自己嘅支持者啦，係啦，咁我都覺得在座每一位你哋都好支持自己中意嘅人啦，我覺得呢一個都係真係我覺得無論台下嘅觀眾們，你哋支持邊一位歌手，我諗都只要大家多啲聽香港嘅音樂，多啲推介俾身邊嘅人知道我哋香港呢個樂壇，無論係電影音樂或者任何幕前嘅一啲工作，其實都有助於我哋呢一個行業嘅，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啦，係啦，咁你哋咁樣做，其實只要講一兩句已經可以到我哋呢一個產業咧好得太過分。Yes，let's go！ 送俾大家好得太過分，我諗咗好耐呢一個聽。第一次唱俾我面對這份愛，不知抱歉萬次，唯獨你怎麼都不介意。閒話因人講，幾多詆毀咒罵，仍舊堅持。在我害怕之時，說我可以。受挫比起我更在意，然後你禁不住糾結望向天，盼望放棄。當然你沒可能逆轉天意，但你不自量仍然去試，令我忍着淚從頭開始。誰可得太過分？誰死心塌地作我護蔭？淡淡然微笑着，若要可得比我狠。誰不准我慰問，只准我放心，盡到為我分憂解困。即使我明明有錯，一雙腳如何分進？還在爭，誰天黑會抱憾？天光太敏感，總渴望有多些指引。迷途後望向自己捉人，好好怎過人生，和怎麼去愛人，才不管我在哪裏被困。但願牢牢抱着，讓你知，統統不要緊。填補所有責任，修補我決心，不再讓我天空灰暗。想反過來嘗試我，感激你仍然與我無限近。Yeah，thank you。快啲啊！一個好尷尬嗰啲。OK， 好，再一次唔該晒姜濤。好啦，同時再次邀請 Eden、Joy 同埋 Stanley 上嚟。因為我哋立即進行同 Mirror 嘅互動遊戲環節啦。我哋而家咧係會分別咧有抽獎箱，每位嘅 Mirror 獨立作賽，你哋咧1隊4個人，換言之，每位 Mirror 每位。